大家好，我叫 Cecilia， 係中信愛城同埋卡城中心精神健康事工嘅統籌。我係加拿大認證嘅輔導員同埋亞省嘅輔導治療師。我相信大家都好關心香港大埔宏福苑嘅火災。雖然我哋唔係身在香港，但係好有可能我哋都會有一啲嘅親戚朋友，甚至係家人係涉及呢一場嘅火災當中。所以咧，我好想用短短嘅幾分鐘嘅時間嚟到去提供一啲嘅建議俾大家。喺呢一段嘅過渡嘅時候，點樣保持我哋嘅情緒同埋精神健康，等到我哋災難過後，我哋能夠更加有能力去幫助有需要幫助嘅人同埋親人或者係朋友。面對呢一場災難性嘅火災，我哋好可能會經歷好多唔同嘅情緒反應。呢啲包括有震驚啦、恐懼啦、焦慮、悲傷、擔心、憤怒同埋無助等等。呢啲都係好複雜嘅情緒。其實喺呢啲嘅災難嘅情況之下咧，有呢啲情緒都好正常嘅喎。而且呢啲嘅情緒通常會喺災難過後一段嘅時間咧，就會慢慢減退。不過想大家注意，如果發現自己有以下一啲嘅情緒障礙嘅一啲嘅症狀嘅時候咧，我哋就需要留意同埋尋求幫助啦。呢啲嘅症狀包括有一啲嘅持續嘅悲傷啦，即係成日都覺得好低落嘅情緒，有焦慮啦，有煩躁啦，有好多嘅憤怒啦，或者係突然間對於一啲之前好鍾意做嘅一啲活動，完全失去咗興趣，或者係有持續嘅失眠啦，好難集中精神啦，以至到我哋嘅工作、學業或者工作嘅表現而日常嘅生活都會受到影響，同時亦都感受到好多嘅內疚，甚至對於將來感到絕望，或者有自殺嘅想法。更加值得一提嘅咧，就係當我哋見到好多火災嘅影像同埋片段嘅時候咧，如果佢激發起你過去一啲嘅創傷嘅經歷，以至到你頻頻嘅發噩夢啦，情緒受到好大嘅波動嘅時候，呢啲等種種嘅症狀，如果同時出現，有幾種係同時出現啦，同埋持續咗多過2個星期以上嘅話咧，我鼓勵你盡快嘅去尋求專業嘅幫助。你可以透過家庭醫生做一啲基本嘅評估同埋診斷，亦都可以尋求心理嘅輔導。加拿大中國信徒佈道會喺加拿大唔同嘅城市都有心理輔導嘅服務，好希望大家可以善用呢啲嘅資源，喺有需要嘅時候好好咁樣去照顧同埋保護自己嘅精神健康。而家喺呢一段時間，如果大家想減輕一下情緒嘅壓力嘅時候，我咧會建議大家，第一係盡量避免多次又重複咁嚟到去觀看呢啲媒體對於火災嘅報導，免得呢啲嘅影像咧，甚至係聲音啦，不斷咁喺我哋嘅腦海裏邊循環，直接咁影響到我哋嘅情緒啦，造成更加深嘅傷害。第二咧，我哋要盡量保持一個良好嘅社交生活，唔好因為情緒嘅低落而孤立自己，盡量去揾一啲可以聆聽你嘅對象，嚟到抒發一下我哋困難嘅情緒。第三咧，可以盡量去學習放鬆，透過一啲好簡單嘅呼吸練習啦，鬆弛嘅練習啦，運動啦，聽音樂，甚至出去散步等等，嚟到去舒緩一下自己。第四，最緊要嘅就係我哋要學習接受自己能力嘅限制，做好我哋能力可以做好嘅嘢，
我哋先至可以更好咁去照顧自己同埋照顧別人。我哋加拿大中國信徒佈道會好樂意同大家同行，一齊度過同埋走出呢一次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災呢個嘅傷痛。再一次鼓勵大家，有需要嘅時候請與我哋聯絡。多謝。